根据最新消息，一名在中国境内发布视频为维吾尔受害者作证的穆拉蒂尔·艾山被警察抓捕。据悉，穆拉蒂尔·艾山来自东突厥散阿克索地区温苏县，最近几年他一直在中国内地生活。他于9月初通过居住在国外的维吾尔活动人士在 YouTube 上发表了自己的声音。他在 YouTube 上发布的多个视频中揭露了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的压迫，并为被中国当局拘押的母亲作证。穆拉蒂尔在视频中分享自由、勇气和生命价值的观点，并呼吁海外维吾尔人团结起来反对中国的破坏。维吾尔青年表示，在逃离中国在东突厥散的破坏后，他一直生活在中国内地。他还表示，他一直处于危险之中。这些视频在 YouTube 上发布后，居住在国外的维吾尔人中引起广泛反应。尽管赞扬他的勇气，但有人争辩说，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中国已经成为拥有高科技的警察国家，并禁止了与外国有联系的所有社交媒体和通讯工具。130多名英国议员谴责中共对待东突厥散维吾尔穆斯林的行为，并指责北京进行种族清洗。英国议员们在星期二这份写给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的怜悯信中写道：“当世界看到如此大量严重侵犯人权的证据时，没有人能视而不见。”作为英国议会议员，我们写信表达我们对这种压迫的绝对谴责，并呼吁立即结束这种压迫。信中提到了强迫人口控制和大规模拘留维吾尔穆斯林的报道，以及明显显示大量蒙面眼睛、刮去胡子的男子等待上火车的视频。议员们说，这段视频与纳粹集中营的镜头有令人毛骨悚然的相似之处。美国取消了超过1000名被华盛顿视为高风险的中国学生或研究员的签证，而这些中国人大多在美国就读或从事与科技、科学、工程或数学相关的科目。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代理部长沃尔夫公开发言时表示，为了防止其中与中国军方有关系的人士窃取敏感的研究资料，美国才决定采取这项措施。他也重申，中国长期在美国进行不正当的商业活动，并意图透过商业间谍窃取各种研究机密。沃尔夫说，美国还防止奴隶劳动生产的商品进入我们的市场，要求中国尊重每个人的固有尊严。这显然是指中国在东突厥散虐待维吾尔穆斯林。日本外相大母敏三表示，他们正在关注中国在南中海和东中海的扩张主义政策。大母敏三部长在网上举行的第53届东南亚国家联盟虚拟会议上发表讲话，谈到了地区问题。他指出，中国的扩张主义政策受到关注。他说，单方面改变南中海和东中海的现状的尝试正在继续。他还指出，香港的紧要关头也受到关注。他强调，稳定与民主应在一国两制下发展。美国官员8日说，阿联酋和以色列定于本月15日在白宫签署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协议。美联社以知情官员为消息源报道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旅团访美，阿联酋方面则由外交部长旅团。这些美国官员没有获授权公开信息，要求不公开姓名。按他们的说法，签字仪式可能在白宫玫瑰园、南草坪或室内举行，视天气情况决定。阿联酋、以色列和美国8月13日发表联合声明，宣布阿联酋与以色列同意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。